各位老友記，咁特別嘅地方，你哋見過未呢？想嚟到平潭呢度親自體驗一下呢片海岸嘅熒光幻境嗎？追沙踏浪，藍眼淚好似跌落人間嘅藍色星河，手動擋追淚夠晒難忘啊！68海里，中國大陸離寶島台灣最近嘅地方，坐住電瓶車吹下海風，睇下奇石臨海，感受一下海峽兩岸嘅情懷，梗係要打個卡先啦！坐住玻璃水上巴士遊荔林水鄉，穿過啲100幾年嘅荔枝林，古橋流水邊，福建嘅老錯好有味道啊！莆田南少林寺功夫發源地之一，嚟呢度拜下佛，聽下梵音，身心都鬆晒。睇下啲武僧幾犀利，正所謂禪武合一，威風凜凜。一邊品嘗下茶點，再嘆翻杯功夫茶，一邊睇下非遺嘅木偶戲，啲扯線木偶幾生鬼啊喂！講到住，梗係要舒服高質啦。我哋入住嘅福清喜來登國際品牌5星標準，莆田溫德姆酒店，早餐又豐富，瞓得又舒服，都唔想返屋企咯。福建美食真係好豐富㗎，平潭海鮮12金釵，荔枝肉酸甜開胃，蒸海鮮鮮味爆晒燈啊！龍蝦滷麵真係好夠料，啱晒我哋啲香港人口味啦！咁正嘅體驗，快啲約埋班老友記一齊嚟試下新嘢啦！